是孤独地狱。孤独地狱的处所不定，痛苦也是不定，有的夹于山崖中，有的困于石头中，有的冻结在冰里，有的处于在沸水中，有的焚烧在火里，有的众生藏在树木里。伐木师他们需要感受肢体和分支被砍断等痛苦，还有一些转身为日常使用的厨具、笤帚、瓦罐、门、柱子、灶石、绳子等设法，也有意识感受彼等痛苦。例如，大成就者着根临界日巴，着根朗吉日巴，在扬州用户中看到的鱼，大成就者汤东加布在石头里见到的青蛙等等。扬州用户是一些耶西作家空心木修行时，将本国教徒夺来的一枚金币变成了壶，是四大名壶之一。壶的原图体自有龙岗记地名，壶的净土进入色马格热地名，中间有许多天的路程，所以许多天如果是骑着马走的话，就有很多天要走。从那个湖的那个整个湖的长短，它是一个很大的湖啊。许多天为什么这里说许多天，就是因为那个湖是很大，绕一圈的话就骑着马要走很多天的时间，就是这个意思。大成就者卓根当家人把向湖中看后悲泣地说：“哎呦呦，不要想用什么信财。等一下啊，不要想用信财啊，不要想用信财。”弟子问他：“上师，什么事？这湖中有一位享用信财的上师的一个喇嘛的神识所转生的鱼，正在感受孤独地狱的众多痛苦。弟子请他示现给他们看，上师便以神鞭使此湖刹那干涸，致使现出一条大鱼，身体大到周遍整个湖，在他的身体上无有空隙的布满了无数寒生，噬食着他。他痛苦难忍而不停地翻滚着。弟子问：“陈述此恶报之是谁的转世？”他回答：“上师回答，这是后藏黑玛喇嘛的转世。后藏那个黑玛喇嘛的咒力和加持力非常大，对于招鬼魔神坏的人，只是看看就会有效。所以有了前后藏4亿地区人民的供养处，超度亡人只是念一声，对吧？对。后便收取许多牛马等牲畜，他死后便转生为这条鱼。大成就者他东家波在一颗大石头上修气美瑜伽，石头裂开2半，在里面有一只大青蛙，
身体上连附了无数小寒生，在试试他。只见他张着黑洞洞的口，痛苦难忍。弟子问：“上师，这是怎么回事呢？”上师回答：“这是一个做邪入供养的喇嘛的转世。如今许多喇嘛也是如此。施主们在杀肥胖的羊后，在他的咽喉、脾脏等胰脏里张上血肉，放在脊椎骨的经路上供养这些喇嘛。他们则拉起皮蛋塞到土户，像小孩饮食母乳一样吃着内脏，又掏出小刀，慢慢地食用外面的肉。饱餐之后，嘴上油腻腻的，头顶也是热气腾腾，不像以前的他一样，已成了红光满面。红光什么？满面通红。满面通红，然后什么？趾高气扬，身体如此，今生如此享用之恩，对吧？对。后世将用自己的身体来偿还，堕入孤独地狱中，是何等的痛苦难忍啊！哎呀，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到，就前面我们所讲的孤独地狱的部分，孤独地狱呢，就它的第一个，我就念了很多啊。孤独地狱的它的第一个时间不定，它的寿命时间不定，没有办法说多长时间，然后地方也不定，就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那种。它呢就是有相当就是在那个很多的，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电亭也是孤独地狱的众生，也可以这么讲，因为就是如果是众生的习气跟幻觉，一个众生要感受孤独地狱的痛苦的情况下，把一个电亭，他自然会当作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没有任何的自由。在任何一个人一按他，他就要上去；一按他，他要下去。有多少人就这样，全部都是他就是。所以自己的话，就我们从自己表面上看，电瓶就是机器，它是铁，跟全部大部分都是铁嘛，所以就铁会有什么感受呢？这根本就是不是一个众生，他没有灵魂这样想。但是孤独地狱的众生来说吧，他把他这个当作是一个自己的身体，所以就像那个房子的柱子也是一样，柱子用木头做的柱子，或者是那个现在的钢筋混凝土做的柱子，或者是那种钢结构用铁来做的柱子，全部都一样的，这些都是没有灵魂的。就像我们所谓的那个众生的灵魂，它是不存在的，从我们的那个从我们所看到的。但是众生自己把这个柱子当作自己，他就是长期会有一种承担这个物质的这个压力，所以就是时间也不定，而且痛苦也不定，所以有非常大的痛苦。那相当于树木，大林的那些树木，那些也是一样，他把一个大林的树木，林里面的一个树木当作是自己的身体的时候，那么这个树林上面会有很多很多的小虫啊，那些都是会那就是咬那个木头，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很多大的那个树木里面，木皮一刮下来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虫，一直都是吃那个木头嘛。那些来说呢，就是自己是一个众生，然后很多的动物都是在食用它的血肉一样的，那么它有这些感受的痛苦，而且是有人比人家看或者是拆那些树木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他自己的身体被人家锯了、砍了、烧在火里面等等这些的感受。所以众生的感受跟地狱所谓来说的，就完完全全就是因果而所形成的。对于一个修持圆满的一个人来说的话，你问他说对你而言有没有地狱，他可以回答说不存在所谓的地狱，
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根本就不需要感受任何地狱的痛苦，所以对他而言，真正的没有地狱，就可以这么讲。而且是造业最重的、严重的造业的那些众生来说吧，你可以问他说有没有所谓的净土或者是成佛，他也可以说完全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什么？他自己对他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净土或者是这种成佛这种，连名词都不存在的。因为呢，他一直都是在造业，对他而言只有地狱，所以就孤独地狱呢，还有接下来可能会讲另外一个近端地狱。那么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的界限或者是地方区域这些。然后有些呢，就是冰里面一直是冻在冰里面的，冻在冰里面的那些众生也是不是什么好的众生，就是相当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冰冻当中的那些众生啊，或者是这些那个火里面的这些众生，他们就在火里面或者就在冰里面的，它本身就是在冰里面产生的，所以在冰里面它没有任何的痛苦吗？那不可能的事情，就有很大的痛苦。就像那个大海当中也是，就像刚刚就是扬州雍湖当中看到的那种动物是非常多的，那些动物的那个怎么说呢？大海总的来说的就是出生道的主要的那个群聚的地方，但是出生道里面也有很多的这种孤独地狱的跟近边地狱的，然后人间也一样，人间我们实际上就是人间是我们人类所居住的地方。但是人间也有很多的这些地狱的众生跟恶鬼的众生，地狱跟恶鬼的所有的这些众生都是善趣跟然后只是群聚的两个分别来讲。那么所以我们就所看到的人类的相当于神者，为什么神者？这里面也是说神所那我们神者来说的也是我们人类所用的这些神者，相当于就是在我们用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很痛苦，然后也要感受很大的责任，然后就是用他的身体来这一帮东西也好，那东西也好，那我们也是一样的，甚至是会砍断这些等等的时候，他们都有同样的痛苦，所以这些时候都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来说到，就所谓的这个孤独地狱是没有时间的界限，说明是多长，这也没有形体是什么样子，这也没有办法说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灶，就相当我们就是在做饭的那种炉子，这些也是变成他们的身体那么变成他们的身体的时候，他们同样的我们使用在炉灶的时候，他们也一样的痛苦，每天就被就是他人所用，没有任何自由的工作，而且也是很累很辛苦的工作，就这个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其中。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黑马喇嘛那个来说了，就是在西藏后藏的一个西部的一位上师，他呢就是最主要呢就是帮人家修法那种的，就应该也不是什么那种讲经说法的方面，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故事。他主要呢就是帮人家修法超度亡灵等等这些。那么超度亡灵的部分来说的，就是那么这个是一个没有具有真正的这种成就的人来说的，这个就是严重的问题。所以呢，就是他跟还有在那个巴珠仁波切这边下面讲的很多的那个喇嘛，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去对这些民众修持佛法、修法仪轨念诵仪轨等等，反正就是最主要呢，就是有对往生者也好，对病人也好，这种做修法的时候呢，就是有享用他们的血肉的供养这些的时候，没有怎么说呢，自己没有太高的这种修持，也没有成就的情况下，那么他也没有办法超度这些众生，而且是连一点点的这种细微的那种菩提心也没有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善用这些信财，尤其是善用这个众生的血肉这样的情况下，那是非常严重的罪过。所以那可能是那个是讲的就是巴珠仁波切主要的针对就是那个时候的
一个区域的，相当就是在牧区的那个地方。那么藏区本身来说的，所有都是佛教徒，而且这藏地也很多的寺庙，但藏地也是有一些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偏僻是大部分都是牧区，牧区的呢就是在人都是住在山上，那当然在过去牧区过的那些人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然后今天一个人生病了，连一个医生都找不到的那样的地方，只是在那边痛苦，然后就是自己能撑得下就撑得下，撑不下就要走的那种地方，就是牧区。如果是去一个地方找一个医生的话，也是起码要好几天的地方才可以能够亲得到，也亲不到也不知道。那样的地方生活的人是特别多的过去。那么就是针对那些地方，也是同样的会有少许的能够可以帮人家修法的这些喇嘛们，有的话对于这种木须他们来说的话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但这个里面来说的话，就是因为所谓的一个喇嘛，就是有他对他的一个一定的要求，所以就是能够可以帮人家修法的喇嘛来说的话，就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这个来说的也是藏区各个地方的所有的出家人都没有办法达到一种标准的要求，因为就是有些大寺庙的诸位有佛学院的地方，有寺庙大寺庙的，有一些大的怎么说呢，那个具的上师的身份的那些人呢，那他肯定就是非常有福报的。那么就是因为有具德的上师，那周边的那些出家众或者是那些师傅们来说的话，也是具有成就的，具有能够达到这种要求的标准的，可以修持佛法，为人家以修持佛法来可以利益众生的。但有些山区比较偏僻的地方，虽然是出家众，但是他所谓的那一生的出家是穿了一个出家的衣服，只要是能够会念一点点的经的情况下，那么到处地方那念经就是变成他的就是打工的一个工具一样的。那些人来说了，那就内心当中也没有办法产生太多的菩提心感，更没有办法产生出离心。那么这些人来说的话，那就后果也是会造成，就像刚刚前面所讲的，就是黑马喇嘛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来说的也是针对着讲的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对于这些喇嘛，但是实际上来说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一样，对，尤其是在家的居士，然后享用性财的情况下，那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呢，现在的时代也有很多实践人同样的就是利用各种的自己的一些怎么说呢狡诈的一些方便跟小聪明然后欺骗性财的，那么就非常多嘛。那么这些来说呢，那就后果一样都是比这些更严重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也是大家也一定要知道，在一生当中，只要是一个在家人，那么就最不能怎么说呢，沾到的就是这些性财。性财就是相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人供养三宝的，有人供养僧众的这些钱，或者是就是相当就是有人要做放生、点灯等等这些的功德的钱，那如果攒到的话，那就完完全全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所以这些方面呢，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弟子们来说的话，那肯定是没有这些的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殊胜的。但是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些，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那课程里面所讲的这些是一定要知道记住在心里面。同样的，沾到这些是有那么严重的罪过一样，我们平常做供养跟做善事，这些都是有同等的反过来的功德。所以我们修持佛法的时候，就是要做布施、供养、做善事，而且是供养的对象是一定要就是三宝，就是相当就是法宝、身宝或者是身宝那些是非常殊胜的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非常殊胜，对境非常殊胜，所以就是造业的话也是对这些对三宝造业也是非常严重，就同样的道理。哎呀。那那位上师让他们的弟子看到扬州永湖里面的这个众生那个鱼一样。那么这个众生这个鱼是不是在扬州永湖里面有存在或者是不存在也是不是重点，主要就是因果，它的因果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那个道理来说了，就是这样的严重。然后他通教过尊者，他真正的就是从石头一个大石头裂开了以后，然后破开了以后，就是里面会出现了一个乌龟，不是乌龟，这个青蛙。那么青蛙也是在整个的它的铺满它的身体上，全部都是小动物、小虫，也是使用它的血肉。同样的，那它呢就是已经痛苦到，只是那个海口动一动就是这样。其他没有任何的动作跟没有任何的语言出现，因为痛苦到已经不行所以这些都是孤独地狱的痛苦。还有大堪波具的护法在德格士，等一下啊，来，这个稍微调一下。往下调到20。大堪波具的护法，有一天对弟子们说，今天鹅大河里出现什么都不要放过。许多弟子去河边守护，一直到午后时分才看到一段树木被水冲来。弟子们将木头捞出，禀告上师，只有这一节树木，其他什么也没有。他们就守护了一天的，最后傍晚的时候才会出现了这样的树木。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故事嘛。然后他们就拿取这个树木，给上师说，只有其他什么都没有看到。具的护法让弟子劈开树木，裂开了树木中有一只大青蛙，身上有许多寒声在施舍。上师对他念诵仪轨，并说，这是德格管理信财的监狱师额吉的传世，所以具强权欺凌属下的官员们，虽然现在积极前威，但是想到这些地狱也引起注意。所以从因果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在内的，所以就是任何的一个部分都是一定要注意那么这些故事都是事实的故事，这些故事发生到现在也没有多长时间，而且在巴楚仁波切写作这本书的地方是在左倾在文殊洞里面写的，时间也是没有很久，而且德格
图师。德格就是在德格，德格我们在过去的话，藏地的话，就是这些小地方的那些头都是叫王，就是要德格王。左亲寺是德格王，有5个怎么说呢？那个王室王室知道吗？王室是什么？帮国王修法的上士，做法的上士。国王作为供养的对境，也是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大事法事，就相当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德格王的有5座德格王室的寺庙，其中左亲寺也是一个。所以你们想一想，左亲寺的历史才有300多年，然后就是出现这些就是刚刚就是那个是那个堪布是萨迦派的，萨迦就是有什么摩尔什么就是有3派嘛，萨迦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摩尔堪布，就是萨迦派的一位堪布。那么这些故事都是不是很长时间的，就是人类真正的发生的故事。所以那个堪布，那为什么在德格？就是那肯定就是德格图师，也可以说德格王他们引请他在德格的时间。那他呢，就是当然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要帮这个他们的亡灵要超度。那他们的亡灵在哪里？然后他就可能看到了，他就是神通看到了他的亡灵在哪里。所以呢，就是让弟子们收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江边，然后今天在这个河边收纸，然后这个江水里面今天出现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放过。那他们守护1天的时间呢，就是只是傍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树木而已，一个木根，就相当就是木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捞回来，没有其他的东西嘛，只有这个。那堪布就给他们说，没有说动物与植物的区别，所以就看到任何东西都不能放过，所以他们就拿回来，就是说只有这个，然后就是木头劈开了，让他们木头劈开了，然后就是木头劈开了以后呢，里面真正的有一个青蛙，那么这就是过去的他们的官家的这个灵魂投生到那个怎么说呢，孤独地狱的。所以那这个什么时候投胎到这个木土里面为什么今天把这个水里面怎么说呢冲下来这些都不好说，看什么时候时间。那这些相当于就是地狱这些众生来说的，就没有办法说他会投胎到什么样子的地方，然后什么样子的时候在一个生命什么样子才是会活下来，什么样子才是没有办法生存，这些都不好说因为根据自己的业力感受到各种痛苦的时候，什么都有的，什么都可以的。自尊作灵